Hello， 黃女士。Hello， 阿林，你嚟啦？誒，呢個係咩？新安裝嘅？呢啲係扶手，係樂齡2計劃其中一個改進嘅項目。呢項計劃幫助改善居住環境，俾我哋嘅老人家行動更加安全舒適。建屋局仲提供好高嘅津貼，咁幾好啊！我都唔知道建屋局會為呢種住家改進項目提供補貼喎。唔止扶手啊！嚟，我帶你去睇其他嘅嘢。嘿，黃女士，我發現你呢度有斜坡度喎，沖涼房入口睇上嚟都比較闊啲喎。係啊，喺樂齡2計劃下，我可以選擇喺沖涼房門口裝斜坡道，你亦可以選擇改闊沖涼房門口，方便坐輪椅嘅人，或者降低沖涼房嘅門檻。嗱，你睇下，而家我可以好方便咁推我老公出入沖涼房啊！仲有啊，我喺沖涼房亦裝咗掛喺牆上嘅摺凳，沖涼嘅時候就唔驚跌倒。而家我哋可以好放心嘅沖涼，佢又唔阻埞。呢個安全扶手真係好啊，幫助我哋保持平穩，避免跌倒。阿林啊，你屋企有裝呢種翹板式嘅電燈掣嘛？你應該考慮裝呢個啊！我而家可以輕鬆嘅開燈熄燈，仲有呢個家用防火警報器，及早嘅發現火燭，可以避免不必要嘅損失。唔止呢啲啊，阿林啊，樂齡2計劃亦提供其他嘅選項，譬如為沖涼房同埋廁所嘅地面做防滑處理，安裝輪椅升降設備，同馬桶坐浴盆嘅噴水喉。申請資格好簡單，如果你或你屋企嘅人滿65歲就可以申請樂齡2計劃。不過就算未滿65歲，如果需要幫助，亦可以向建屋局申請。如果年齡介於60歲至64歲，至少有一項日常嘅活動需要幫助，譬如話沖涼、食飯或者上廁所，亦可以申請樂齡2計劃。呢啲項目好好啊，可以為行動方便嘅老人家提供更安全嘅環境。我都要申請啊，俾自己喺屋企行動嘅時候更加放心。咁我點申請呢？你可以上建屋局嘅網站申請樂齡2計劃，或者打建屋局嘅熱線電話查詢。哇，咁我要快啲將呢項計劃話俾我屋企人同埋朋友知道喎。